个表演也非常的精彩，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武艺扯铃。欢迎我们的 Fremont 中文学校带来的扯铃表演。那 Fremont 中文学校他们的活动包含各种各样，从中文到各式的多才多艺都有。从小学生到高中生也都有。那这个团体特别的不容易，原因在于说，扯铃学校他们还遇到了疫情，疫情期间他们是直接在线上做练习，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群小朋友，可能来自东方，可能来自西方，在这个美国主流的市场长大，因为不同的机缘认识了扯铃，来看看他为我们带来怎么样的表演。欢迎我们的 Fremont 中文学校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欣赏扯铃表演，谢谢大家。
掌声鼓励，感谢舍灵队。在他们的衣服上面，我才发现他们已经超过50年了耶！真的是谢谢老师辛辛不停的为我们这些小朋友做教导，感谢老师的努力，也谢谢 Fremont 中文学校。